基馬拉斯大馬路嗰個空中走廊，2018年嗰個優化方案裏面咧都講咗咧，最終個方案係會去到湖畔大廈嗰度嘅。咁所以呢度咧想問一問司長啦，咁我哋嗰個優化方案咧幾時會動工？即係幾時會直接搭到去湖畔大廈，讓湖畔大廈裏面啲人呢可以通過呢個空中走廊直去到去輕軌東北大馬路嘅空中走廊第一期呢，基本上喺施工過程中應該會對居民有影響。咁啊點樣可以增加居民反映意見渠道呢？林良偉議員提到空中走廊嘅未來發展，喺基馬拉斯大馬路嘅空中走廊呢，將來係會連接到去湖畔大廈嘅。呢個喺我哋將來嘅規劃裏邊有。林良偉議員提到關於東北空中走廊嗰度嘅，咁其實我哋喺東北空中走廊開工之前呢，其實已經做咗好多臨時擴闊嘅工程，即係使工程嘅期間呢，盡量已經有充足嘅道路俾翻市民啊出行去用嘅。咁其實我哋喺東北嗰度已經係分做兩區，邊區完成呢就會去用，咁起碼居民可以第一時間感受到，唔使長年累月咧都係喺工程期間裏面做。我哋特設咗一啲重點民生工程嘅地點呢，有一二維碼，個一掃二維碼，其實我哋已經係喺後台做咗個處理，包括意見嘅收集，亦都有設立咗承建商嘅微信可以直接對話。咁我哋會持續加強落區去宣傳，同埋去將即時嘅新聞發布。咁希望都係想市民支持嘅。